哈哈，谢谢谢谢。哦，总会看是新闻太子宫。哦，正前方燕王的地方，好像每个晚上7点到9点都有燕王礼仪，然后演奏北管。哦，今天是礼拜四，晚上是庆月社。哦，庆月社，庄家盐水庄家文和圣地，那哦，普渡坛。我看看有什么。